台南市定古迹土城乡将伫咧4月11起过，12到14展开3港香蕉活动。这届香科参与世景的成就，就突破100顶以上，还有数十座顶头小厅，规模更胜以往。阮4月12、13、14，咱鹿里门马乡5府千岁桥，会当讲桥有100几顶。顶头有780顶，上港白河金狮也有10几顶安尼，会当非常的闹热。除了世景的规模更加盛大，庙方表示，这届另外一项特别点就是合、人合、心也合。今年也有一个特别，阮63年以来香蕉五大主的头一届，外围的先贤大德来播。因为这五大主的大家真发心安尼。第二点的特色，就是讲较早三教五大庙，来团结安尼。顶几工咱迄个三教海洋经、水仙经、文林庙，下骹遮大家迄个调音宫拢有来遮入召。所以阮伫4月初6，阮的妈祖会来遮大家邀请咱三教这个五大庙，遮大家来建造。这人讲300几年这三教这一届会大团结，因为咱这个土城乡的原的，过来再次团结安尼所以讲上届主要这就是讲今年做就就是一个合。你也看三教合大团结阮五大主的，你也看拢规个集中伫阮后庙遮大家你看迄个合景合。人合足团结安尼。出席记者会，民政局长蒋灵煌也提起超大圣杯，要来求西经。这是土城乡限定的鹿里门马西经，顶头印有鹿里门马祖上的面容。原本只有随乡的信众才有机会摕到，今年首次开放1000条，予信众伫4月5号跋杯求取，机会是相当难得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